绞磨机、抓绒衣。李博的工具店遭受两面夹击，生存多年，靠的是竹料手艺。这会儿他做的是竹篦子，竹篦子多刺儿，不好处理。你看，我刚刚错了半天，错了这么久，才做了这么多线。它老了，为什么老？老了以后，它里面的密度就会非常的紧，密度紧了以后，就是错起来就难做。如果密度很松，我就很容易就错了。那这个对于用的人来讲，同样一个，他在壶身上如果避生筒的时候，一个颗粒感对它泥门的挤压，这个是有讲究的。这个我们做过试验，就是拿一个5年以下的篦子，跟8年到10年的篦子，同样一个泥料的生筒去篦，进窑烧了以后拿出来完全两码事，但是这个到底为什么这样，还得再研究。反正老祖宗是这样流传下来的，我们就照着这个模式走。你师傅平时有什么爱好？就跑步健身，然后挣钱。挣不挣钱不知道，这小白菜最近没少吃。午后，店里上人了。要什么？就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的，这是卷如意的，画出来不会伤害到里面的那个。你要的话，我们就根据你的需求、你的那些东西来给你配一套，就是，反正先从5大件嘛，5大件就是旁皮刀，然后搭子，那边是锯车，然后这个叫卷盘，然后还有拍子。为什么叫5大件呢？这5个东西是最重要的，我们就打生铜，做壶的生铜，我们需要那5大件来形成。这个最早其实是洗衣服的棒槌演变过来的，对吧？感觉这么像，对不对？转盘，这是出水孔的弯头拍子，推墙刮底那里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一坐上泥凳，一套耐用的工具，就是壶手最有力的保障。打泥条要用木搭子，举车裁切泥片，既是切刀，也是圆规。明针牛角制成，让粗糙的表面变得光滑细腻。篦子、旁皮刀、木拍子、转盘，数不清，说不完。工具是手的延伸，工具是人与泥的翻译器。他们是陶手忠诚的伙伴，陪伴每一个点灯遨游的夜晚。即使做出了惊世好壶，他们也只待在桶里，等着下一次召唤。